呢隻咧唞翻夠嚟跑咧，又可以計翻高啲。當然係咪斷纜睇埋呢場啦？好似俾70幾蚊你又唞過，呢啲馬又神奇嘅，季初就係、哇！以為佢差唔多啦，回一場又翻嚟。搏擊都有嘅。咁佢相對有啲賠率喎，應該主動喎。上個從化啊，前後試咗2個閘咧，都好走勢嘅。不過頭先擠前嗰啲唔得㗎，唔係話擠前嗰啲好着數、好絕腳。點數穩定係嘛？係啊，長一隻。9號包裝谷星，佢都係粗口局數。上次林地地咪反映佢啲路面感冇咁硬，會適應啦。今次過嚟谷草，嗱你啊點敢話佢咧？真係冇人要狗㗎，睇下啲名家心水。真係最近翻嗰 part 好有卡士嘅永遠美麗嘅。OK，但係上次條 Q 咧，首飾同埋永遠美麗我就買過中咗 Q 嘅。喺裏面追，佢就跑第3。少有啲打折扣，但係佢都追得上嚟。會唔會揾隻咩重磅牙義氣啊？呢隻咩輕磅？ OK， 睇少啲，因為放頭一定係4同10㗎啦。OK， 我就買咗1240，啊1249，咁而家就4號、10號就埋欄啦。咁我見到9號都幾靚嘅，所以就補多條9號、10號2隻輕磅馬咧，就正 Q 為止 Q。OK， 而家擺2隻前面，哇係4號、10號、2號都喺前面嘅。OK， 咁慢慢跑下先啦。OK， 跑1650一里。OK， 入直路，4號有啦。喂，埋邊2號要上啊！40冇㗎呢條。隻9號上緊都喎，90有冇呢？啊，2490都有㗎。OK， 好啦，哇，4號贏咗隻10，490。OK， 好在。哇！包裝福星真係好有新鮮感喎，轉過嚟有飛之下，490係咪咧？490跟住係後上不及，隻8啊，跑嚟4。好鬼韌嘅呢隻4啫。OK 嗱，4號帶頭段快嘅，其實都留住10號，留住隻9號，沙田谷草1里都靚。OK， 呢隻贏，不過中 Q， 位置 Q。OK， 拉頭馬。喂，影個派彩。好啦，轉場贏馬啊！OK， 中小 Q，49啊，正 Q 位置 Q， 啊冇，正 Q。OK， 補多條位置 Q90啊，收到80蚊啦。OK。